一棵100年的大树，历经岁月的风霜，依旧枝繁叶茂。有一朵美丽的小花，汲取大树的滋养，开得烂漫如画。这棵大树，就是中国越剧。这朵小花就是绍兴越剧小百花。20年前的今天，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牌匾挂在了绍兴市区东街的一座老房子前面。20年前的今天，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这个名字已经开始流传在江南各地的城镇乡间。20年风雨兼程，小百花茁壮成长。20年前的今天，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这个名字已经开始流传在江南各地的城镇乡间。20年风雨兼程，小百花茁壮成长。20年木开木合，小百花风华正茂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建团20周年的喜庆日子，请来的都是关心热爱小百花的新老朋友们。在这儿呢，我们要衷心感谢各级领导长期以来对小百花的关怀，要感谢社会各界多年以来对小百花的厚爱。没有你们的支持，就没有小百花今天的辉煌。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受吴凤花、吴素英和陈飞这3位小百花原声带演员的委托，他们呢要代表团里的所有的姐妹，向在座的手把手教过他们的恩师们说一声谢谢。没有你们的栽培，就没有他们今天的殊荣。20年来，小百花2次创业，硕果累累啊。20年来，小百花出人出戏，香飘万里。今天我们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原声带和新生代的演员共聚一堂，要通过这个舞台来展示他们的艺术风采。他们要用最精湛的表演、最优美的唱腔，衷心的答谢在座各位对小百花的关心和爱护。首先呢，向大家展示的是第1篇章《雏鹰展翅》，由小百花新生代的演员们联袂演出。非常有意思的是呢，第1篇章所选的这个剧目都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建团初期所演过的剧目。像《醉公主》白蛇前传》吴王悲歌》陆文龙对。而且呢，当时吴凤花、吴素英和陈飞呢，都是通过这些剧目崭露头角的。如今作为名角的吴凤花、吴素英和陈飞他们把当年他们的看家戏传授给了剧团里的新演员，他们的学生这也体现了一种精神，一种继往开来、承前启后的精神。这种精神也是我们绍兴小百花越剧团长期坚持的一种精神。下面让我们来欣赏第1篇章《雏鹰展翅》。相思相，几乎。
好，从刚才的第一篇章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出绍兴小百花越剧团鲜明的艺术特色，那就是4个字：文武兼备。哎，你别小看这4个字，真正要体现出这4个字的艺术特色，可没那么容易哈。它需要我们的演员呢吃更多的苦，练更多的功，流更多的汗，牺牲更多的自我空间。20年来呢，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就是以文武兼备的特色、整齐和谐的阵容、严谨朴实的台风，还有充满生气的这种状态，以及呢较好的较高的剧目质量，在中国乐坛是独树一帜啊。
是啊，他们不仅长期活跃在江浙沪一带，足迹的遍及了全国各大城市，并且呢多次进京演出。那么还在香港啊、台湾、新加坡等地啊，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热烈欢迎。他们通过艺术来广结知音。而且呢，还受文化部的派遣参加了亚洲民间艺术节。1995年的时候呢，还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集体。我觉得呀，咱们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确实不简单，在咱们中国百年越剧史上，一定占有重要的一页。好了，下面请大家欣赏今天晚上演出的第2篇章《群芳吐艳》。
18里相送到苍天，辞了城，顾了关，他曾教父
几载永垂呀林。娘家侬生日落着红皮箱，折折亲得满人人。娘家侬撕了8条绣花皮，来数长子年事啊定。苏张台个子生动，都是小事有称等。红木面上绑把灯，洞地老夫是2斤啊斤。银长宝剑分中，有呀2边个掌杆来用真银啊！阿囡，哪个男人要翻身啊？做娘的可倒有一边。母亲，你将他逼走何来？阿囡啊，只要牛铃转3声，呱啦啦，眼山撇开变黄金。只要牛铃转3声，天时开花牵动林。只要牛铃转3声，帽子老头倒好生根。只要牛铃转3声，浪漫趁我上称心。只要牛铃转3声。烧嘴边上会出东啊声，只要牛铃转翻身，大铺路倒好暖肩，只要牛铃转翻身，来福的广场倒好精神，只要牛铃转翻身，龙卡好处都转人，只要牛铃转翻身，黄狗出国比麒麟，只要牛铃转翻身，乌鸡脱壳比窝囊身。只要牛铃转翻身，不想拨开放了水里，扭起歪歪问。只要牛铃转翻身，铃嘟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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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过个山头顶。只要牛铃转翻身，东洋大海就会压人。只要牛铃转翻身，6月在东人兵，10月一样会照应个哪个男女会翻身他有一样的照应要翻身。今生今世难翻身。
搞一个群芳吐艳呢，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。现在咱们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可以说是群星荟萃呀。对，比如拿刚才演出那几位青年演员，你说出名字吗？于伟平、于伟平、潘琴、胡国美、胡国美，他们在自己的行当里边啊，都是出类拔萃的演员。对。还有个好消息，在刚刚结束的粤女争锋全国粤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中间，咱们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张琳、董建红，对，张琳就是刚才演梁山伯那一位，董建红呢是前面演正旦那位，两位获得了粤女争锋的冠军金奖的得主。怎么样，了不起吧？确实为咱们绍兴小百花争得了荣誉，而且还有一批优秀演员在这次比赛中间也是崭露头角啊。哎，那么要说起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领军人物啊，还当属吴凤花、吴素英和陈飞了。对，这3位国家一级演员呢，分别师承范瑞娟、李瑞英、傅全香大师。那么他们在继承的基础上啊，都根据各自的特点呢，有所创新和发展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。那么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肯定和观众朋友们的推崇喜爱。作为咱们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原生代演员呢，20年来啊，这3位演员呢可是对艺术孜孜以求啊，分别排演了20多出大戏。那么在下面的第3篇章《三花烂漫》中间呢，这3位就将把自己艺术创作道路上间，塑造的最具亮色的形象展现给大家。让我们来欣赏。心情单纵。
杀天道上阵从生源，且生我临终三月，先生见。热血不洒红尘地，一腔碧血把凡间。我儿女情苦迎风起，层层彩云卷，落月斜漫漫，冰花滚面五三月，出在从此风铃断三阳月。
叫声悲，可怜他也归隐，一半儿憔悴。我命
无
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繁荣与发展呢，与他们生长的这块环境应该密不可分。对，绍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呢，为戏剧舞台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。像刚才那个越王勾践这出戏啊，就是他们新晋创作排演的一出大戏。这出戏所反映的胆剑精神呢，正是新时期的人们需要大力弘扬的。那么绍兴小百花越剧团通过排演这出戏，自身呢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激励。作为百年越剧的薪火传人，他们深知肩上的责任与使命。继承发展，再接再厉，迎来越剧艺术下一个辉煌百年。今晚的演出如此精彩，真不愿意谢幕的时刻这么快就到来。演出呢总有尾声，愿越剧的韵律长留我们心中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建团20周年庆典晚会到这儿就结束了，谢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朋友们再见。朋友们再见。再见。